菩提養生法當中結合靜態養生、延壽系列、動態健體、消脂系列、治療痛症、舒緩系列、親子和諧健康系列、重拾青春美態系列。平時多做養生運動，輕輕鬆鬆強健身體，鍛鍊好體魄。開始做養生運動之前，記得點讚、留言、分享同訂閱我哋嘅頻道啊！肩頸喜歡的3個動作，有助舒緩肩頸痠痛，增加關節靈活度。建議每日做2至3組運動，或者有需要嘅時候做。動作1：膊頭上下拉伸。首先慢慢將膊頭向上聳起，感覺到肩頸有輕微嘅繃緊，維持約2秒，然後放鬆，將膊頭慢慢咁樣下沉，維持約2秒，之後放鬆，重複以上嘅動作5次。呢個動作係有助放鬆繃緊嘅斜方肌。動作2：頸部8個方向伸展，向右上方、向左上方、水平轉頭向右、水平轉頭向左、向左下方、向右下方，抬頭向上，低頭向下，將頭部依序朝8個方向慢慢咁樣伸展，只要感到輕微繃緊嘅感覺就已經足夠。每個方向我哋停留約2秒。以上8個動作為之一組，共做2組。注意做運動嘅時候保持背部挺直，並且微微收緊肩胛骨，保持自然呼吸。動作3：轉膊頭。首先我哋全身放鬆，手臂自然下垂，然後轉動膊頭，向前、向上、向後，再向下，重複5次。之後反方向轉動，重複5次。做動作嘅時候，我哋想象用膊頭畫一個圓形，盡量增加轉動嘅幅度。呢個動作能夠放鬆整個肩關節，促進血液循環。做運動嘅時候，只要有輕微繃緊嘅感覺就已經足夠啦。如果出現刺痛又或者有麻痹嘅感覺，就要立刻停止，同埋諮詢你哋嘅家庭醫生意見。完成。